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白澳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儲物室，咁可以放好多雜物啦。呢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個4至6人飯台。廚房係梗廚，有爐頭、冰箱、雪櫃、焗爐。客廳嘅位置，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對住就係獅子山嘅景觀。洗手間有洗機同燙衫板，幾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，放完床之外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亦係翠綠嘅獅子山。主人套廁係明廁，帶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舒服啦。主人套房一邊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另一邊放個雙人床。前邊就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網嘅工作，對住遠處嘅獅子山。